哦，老师问我你想学什么？这是海陆腔的说法。是之前我们说上空嘛给，你想学什么？画画。哎，那我们会讲法图啊，法图。可是画画很难呢。哎，不会，一点都不难。真的吗？不会难吗？真的吗？国画入门何其困难，画家许瑞娥扭转初学者害怕的心态。下笔的时候一节一节嘛，就是扭一下，扭一下，身体不用扭了，慢慢的没有关系。歪掉了。好，就你直就打直，回来就打直，像开车一样。所以我常讲说，你会不会拿筷子？你会拿筷子就会拿笔啊，那我就有办法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像刚才你这样子，哎，大笔一挥就是大师的作品。初次挥毫真可以有3分样。学美术的许瑞娥自学水墨画，懂得如何用方法。没有，因为我这是写意的，没有关系。老师，像这种新手做的这种事要怎么办？那我们再多挤一点，太棒了，就完全配合你，因为我们是写意的，并不是工笔的，所以怎么画怎么自然。不拘泥媒材和形式，许瑞娥将国画彻底生活化，名模、动物明星都能成为笔下的主角，而折扇、衣服也能拿来作画，丰富了国画的元素，也广开学习之门。你如果有一点成就感，就不会退缩了。这个方式的话，就是他们有传统的传承传统，然后有现代的一些元素进去，就变得很好玩。水墨画是画画里位阶最高的，许瑞娥老师用有趣吸引人的方式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现我也会也能画画，进而拓展国画的学习风气。上空嘛给，画图，上空嘛给，画图。